姐妹平安，欢迎收看一同领导7分钟。7分钟，让我们一起灵修祷告。现代的人好像都不太喜欢等，不晓得各位能不能够感受到现在的一些的媒体，或者是广播，或者是各样的方式，都让我们看到快好像是这个现代人的一个节奏或是方法。但是事实上，快并不一定是对的，快不一定是好的，快也不一定是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好的目标或是好的一个结果。我们会看到很多东西是快不得的，比如说像有人也认为说，要泡一碗泡面也要等3分钟的时间，所以等候等待也是必然或是必要的。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不想要等候，不想要等待，以至于我们错失了更好的机会，或是错失了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事实上，古代的人也跟我们现代的人一样，甚至很多时候，他们甚至要希望制造一个方法或方式来达到上帝所要应许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在上次我们提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亚伯兰，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以色列人的祖先叫做亚伯拉罕。在他还没有改名字之前，他叫做亚伯兰。这个亚伯兰，当上帝告诉他说，以后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的多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受极大的感动。然而，当他一直等候，没有等到上帝的时间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达到上帝的那样的应许。或者是说，我们说他要制造一个上帝的结果，一个上帝要达到的结果，他要用他人为的方式去制造它。所以后来这个亚伯兰他就娶了另外一个这个小妾，这个人叫做夏甲。那夏甲当她嫁给这个亚伯兰之后，她很顺利的就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做以实玛利。但是上帝的应许里面，不是要由这个夏甲来生的孩子来继承亚伯拉罕的家业，而是要从他的妻子撒来的身上所生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才能够来继承亚伯拉罕的家业，才能继承亚伯兰的家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的思考？我们想要去用一些方法，或是用一些方式去达到上帝要做的事情。像现在有很多人会去用一些的生物的科学的方式，要去达到某一些的结果，比如说要去复制一些东西，或是甚至要去复制一些人体的器官，要去改变一些事情，或者是要用人为的方式去做一些好像要去改变或调整一些什么，用人为的方式，甚至是用快的方式，用快速的方式要去达到这样的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忍耐跟等候。我问过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农业的专家，他提到一个事情，就是当香蕉要成熟的时候，如果在还没有熟以前，在还很轻的时候，没有成熟的时候就采下来，那么很难去让它能够催熟，或必须要用一些人为的方式才能够让它去催熟，以至于所出来的结果子的这些的香蕉，或者是这个果子就不如那个成熟的，或者是在时间到的时候采收的那样的一个水果好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去代替上帝来达到这个结果，或者是去赶快的用很快的方式要去成为那样的一个结果。我们都需要学习忍耐跟等候。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忍耐跟等候，并且能够等候时间成熟，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个美好的结果发生在我们的当中。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学习忍耐等候，让我们学习等待上帝的时刻，而不是跑在上帝的前面。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忍耐跟等候。或许时间还没有到，但是我们相信你的时间都是最美的。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每一个时刻看见你才是时间的主，你掌管我们的一切。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就是你预定安排的时间到了的时候，我们要看到那样的结果是美好的，是美善的。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